邀好四大樓盤鑑賞巡禮，本周6日開放參觀，上午11點至下午17點30分。上聯全新裝修示範單位，新創多功能戶型設計，200餘萬起，兩房僅300餘萬起，送全屋示範單位，裝修家電。柏海灣全新示範單位，一房300餘萬起，三房600餘萬起，送全屋裝修家私電器。天晉限定特價，送全屋裝修家電，兩房400餘萬起，三房600餘萬起。天璽戶一房300餘萬起，兩房400餘萬起，三房600餘萬起，送全屋裝修家私電器。別墅及複式單位同步推出，四大樓盤車位同步發售，中電私家車位115萬起，特設循環巴士接駁服務。參觀樓盤仲有集點禮遇，集齊3個樓盤送金銀島電影戲一張，集齊4個樓盤送價值598天鵝湖 BBQ 週末自助餐券1位，數量有限，先到先得。